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能够来到圣日，伫这个所在，甲兄弟姊妹三甲来敬拜主，才着讲解上帝的话语，才着诗歌，才着祈祷，咱三甲伫遮来敬拜上帝，互咱的心灵甲主较亲近，互咱灵内面有力量。互咱对这个现在所拄着的在情形袂惊吓，对上帝增加信心，内面仍然有平安。正亲像耶稣的门徒伫加利利海所拄着的风浪当中，有主甲因同在。这个就虽然因拄着大风大浪，因心内真惊吓。但是有主甲因同在，就会互在大风大浪风平浪静。所以感谢主，咱藉着神的话来互咱属灵的快乐来增加，互咱心中有主的平安。来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普天的宇宙当中，只有你是值得阮敬拜甲赞美的。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为阮犯罪的人预备了救恩，叫阮相信的人得到拯救，成做神的儿女。虽然阮信主了后，仍然活伫这个世上，但是有主时刻来做阮的保障，做阮的力量，做阮的避难所。阮感谢你，上帝啊！阮一阵要来聚会来敬拜你，求上帝甲阮同在，藉着你的圣灵的感动甲安慰，使阮灵内面的力量，当来应对现今的在困难、在惊吓、在忧愁。感谢你甲阮同在，咱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心所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虚空无凭。我独靠主耶稣生命，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有时海云折磨我面，耶稣恩典永不改变。大风巨浪我已不怕，因往如马海的抛锚。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主曾流血历次心愿，应许救我扶助软弱，两旁民有谁都远离，我靠救主安慰到底。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我日听见号筒声音，与主相遇，永远相亲。穿上救主血牌衣袍，无瑕无疵，同受荣耀。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其余根基全是撒土。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讲一个题目，就是
尼希米伊是一位侨居伫外国的爱国者尼希米是一个人物伊是一个爱国者。咱今仔日要讲伊的代志，要怎样上帝来借着这个人来修建迄个耶路撒冷城的这城墙，甲怎样通来复兴老百姓对上帝的信心甲敬虔的心咱真侪人凡是中国人，还是较前一代的人拢捌听到一句话，就是啥物呢？就是华侨是革命之苗，华侨是革命之苗。什么是华侨呢？华就是华夏，就是代表中国人的意思。侨呢？侨就是徛伫别人的所在，徛伫外国的所在，叫做侨居。比如说，咱伫菲律宾，咱是侨居，中国人侨居伫菲律宾，所以咱叫做华侨。那是印度人，那徛伫菲律宾呢，所以印度人呢，因称呼叫做印侨，印侨，印度人侨居伫外国的。那么犹太人徛伫外国的呢，叫做犹侨，犹侨就是犹太人侨居伫外国的。敢若咱称呼华侨是革命之苗呢？因为咱知影，伫孙中山先生发动这革命的时阵，用10摆来革命成功迄个时的人来讲说孙中山先生发动这个革命，80%的经费是对华侨来的，华侨来赞助的。特别是伫第10摆最后一摆革命成功的时阵，伫广州的329的起义的这经费是100%由华侨来赞助的。所以华侨咱看出有一个爱国爱民族的心实在是值得称赞的。那么伫圣经当中呢，也有一位侨民所以真侪侨民伫旧约的时代，因为因犯罪离开了上帝引起上帝的生气，就外国人就来攻打因就灭亡圣殿城墙毁坏，将百姓掠去外国，就是徛伫外国，有的踮外国一直来到死，因为第2代、第3代有踮遐出世，就定定徛伫遐但是这些人呢，伊分散伫世界真侪所在所以徛伫外国的这犹太人呢，叫做犹侨那么今仔日咱对这个耶利米书来讲到伊的故事。耶利米书本来是甲以斯拉书是合做一本的，后来就分开但是作者话讲是以斯拉所做，但是其中的话，伊头一个讲说我是这个尼希米伊咧描述当时所拄着的回忆还是记录将迄句的代志来讲，所以用第一人称就是我怎样，所以可能有人说可能是讲到我的，就是尼希米写的；可能是讲到别物的代志，无迄个我，就是讲到这个是这个以斯拉所写的那么关于这个尼希米这个人伊是犹太族的人，咱知影犹太以色列人有12个种族那犹太是其中的一族。这个尼希米是犹太族的人伊是伫伊是大人掠去外国的时阵伫巴比伦出世的，所以伊就侨居伫
这个巴比伦这个所在。后来巴比伦倒了，就土上啊管理土量啊这个国家啊管就是另外这个民族就是波斯伫波斯帝国所管的那么伊伫波斯做什么工作呢？就是伫波斯王阿达西王咧做这个皇宫内面咧担任迄个酒政，酒政是咧发落这个国王所啉的酒来服侍这个王的，所以这个责任也是真重真大。为什么呢？必须是王的亲信，才有法通做担任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叫王是真近的距离伫咧服侍。那有啥物歹人是心怀歹心来要杀害那么是真危险的。所以普通伫伊的身边咧做这个酒政的皆是亲信，值得信任的人那么这个尼希米伊的意义，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安慰，或者是耶和华有怜悯因老爸间取这个名，可能是因当时伫战乱的时阵，因被灭亡的时阵，在百姓人被掠到外国去，那么因的国家拄着毁坏灭族甲在拄着在灾难的时阵百姓人真痛苦，所以伊生这个囝了伊甲号名叫做尼希米，就是耶和华的安慰。所以人的安慰伫灾难当中爱得到上帝的安慰，或者是上帝怜悯的意思那么今仔日呢，咱就讲到这个尼希米这个代志那么尼希米书拢总有13章第1到第7字是讲到伊怎样来建造、来修理，还是重建这个城墙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因为被破坏了被破坏了第2方面呢，第2部分呢，讲到来重新的来恢复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甲信心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顶摆是离开上帝去交学习在外邦人的敬拜偶像犯罪各项代志，在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上帝在责罚恁来教训恁，互因掠去到外国去这就是第2部分，上帝在借着伊甲另外一个人来将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信心对上帝的尊敬叫顺服来重新来恢复起来。所以咱要先讲到头一部分，就是建造城墙这项代志。伊为什么有这款建造城墙的这个负担呢？原来圣经是安尼讲是伊伫这个波斯王阿达西王20年就是11月到12月之间讲伊讲我伫苏珊因这个首都波斯的首都伫这个皇宫当中迄个时有一个兄弟对南方的犹太国来探望伊本身就问伊的兄弟，伊说咱遮百姓犹太人百姓被掠去落要到倒去。第二款就是还存落来倒去别搭就搁走倒来犹太，遮百姓人怎样咯遮耶路撒冷的城现在的光景是怎样咯问伊遮代志那么伊的兄弟就甲因讲伊说
说怀皮掠去吼，都倒去的吼。第一批、第二批，安尼掠去，搁倒去的怀人啊，甲存落来怀犹太生的一个百姓人啊，伊说遭了大难咯，拄着大灾难咯，受凌辱咯，凌辱是互人骗咯，吼，互人侮辱咯，哈，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啊，互人拆毁去咯。城墙这个城门啊，真大的城门吼，啊去火烧歹去咯。所以这个国家，这个城墙若歹去，百姓互人掠，互人欺负，咧受苦，甲这个城门去人烧去咯，这个哪有安全咯啊？等于是也阁是真是破坏不堪啊！百姓艰苦啊，城无亲像城，国无亲像国啊。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就非常的艰苦心啊。伊讲啊，伊就听到这个消息咧，伊就坐落来哭，哭毋是几点钟，毋是一两日，是几若日咧。伫遐流目屎艰苦心，而且佫伫神的面头前悔改认罪。说上帝啊，阮的国家会拄着即款的代志吼，是阮的罪啊，是阮老爸的罪啊，是阮的罪，以色列人的罪啊，我的百姓的罪啊，求你怜悯呢，求你可怜啊，这都是阮的罪啊，所以伊伫上帝面头前啊认罪，说上帝啊，愿你的目睭天开，听切去听你仆人迷日的伫遐伫咧祈祷哀哭，是为着你的仆人的跩百姓来祈祷啊！要承认阮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你看没？伊说承认阮跩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啊，个呢，我甲我老爸的家，也都犯了罪了，有罪了。所以一个人拄着代志，倾向上帝，真诚诚恳的来认罪啊！这个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认罪的祈祷啊！阮有罪咯，说阮向你所行的、所做的，是真邪恶啊！无遵守你借着摩西所吩咐阮的诫命。律例甲典章啊，就是上帝的各款的律法，因无照行犯罪啊，生活顶面罪、内面的罪婚宴的罪各款的罪，所以伊就搁再掠条上帝的应允啊，说上帝啊，你顶摆伫生命记的时阵，摩西的时代应允共阮讲伊说：“恁若是犯罪，我就要互恁分散伫万族万国之中。但是你若是归向了我，归向了上帝，谨守遵守了行在律法在诫命，说恁批掠去分散，无论伫天涯海角，我若是要将你调集倒来到我所选的这个国家、这个领土内面说上帝啊，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啊！跩咧受苦的人是你的仆人啊，是你的百姓啊，就是你所用大能大力的所拯救来的、救赎来的，跩是你的百姓啊！所以伊就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所以伊也去祈祷说：上帝啊，我有这个心要倒去。要来帮助我的国家，我的这个民族，但是求你互我通达的道路，向神祈祷。所以伊从开始的时阵未工作的时阵，就伫神的面头前，真热心诚恳的祈祷。所以有一日伊来到王的面头前伫咧服侍的时阵，捧酒的时阵，这个王看到这个尼希米的伊面下种表情真忧愁啊！就讲伊讲，尼希米，你也无判扁，啥代你忧头苦面啊？
是啥物问题啊？在世是你心内有问题啊，心内有忧愁啊，有苦闷的代志啊。你讲到底什么啊？这个尼希米听到王知影忧愁的面来咧服侍，伊真惊。为什么真惊呢？因为伫王面头前有一款无欢喜的心来咧服侍伊的头壳就会危险会疲态所以伊真惊，但是果不将伊就将伊的代志讲给王听了。伊说：“王愿王万岁！我的祖先坟墓的所在就是犹大迄个城市耶路撒冷真荒凉，城门已经互火烧较真惨破去了。我这个时听到这个消息，减袂面带愁容呢。那么王就问伊说：“那么你要要求我什么代志啊？”我欢喜紧紧伫面头神的面头前灭倒上帝求你互我知影要求什么所以伊就祈祷祈祷，所以伊就对王讲：“伊说王若是得到你蒙恩得到你的恩典若是你欢喜求王差遣我倒去犹太，到我祖先坟墓迄个城市耶路撒冷我通伫遐来重建城墙，来建造。迄个时候，王爷坐伫王的边头，王就问伊讲那么你定什么时节要行？要待偌久要待偌久什么时节要倒来所以伊就定了日子伫遐，所以王欢喜。落尾就差遣伊倒去感谢上帝伊本来真惊，但是现在王允准伊倒去，所以伊阁向王求两项代志，两项这个通行证，叫做诏书诏书就是说一条两条命令，两个诏书讲就是通行证，因为伊要经过别个省就有通行证。第二个就是我若到迄个所在就我要要求迄材料要创的迄茶咯，迄石咯，迄所要用的物件咯，抑佫我去得有一个所在通徛咯，我是就去伫厝伫迄个所在，做材料王求你允准来管理做代志的来托我。伊说所以王就允准伊了。哇！伊感觉真欢喜，所以伊搁在伫神的面头前来感恩伊说：“因为我的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伊将荣耀归托上帝。所以咱看去从头到一阵伊拢是用祈祷来做代志什么王就车倒去。那么毋但安尼王阁派军长甲马兵来护送伊去，就是保护平安的到达迄个所在。但是半路的时阵阁拄着歹人拄着在攻击伊的敌人就是这个叫做参巴拉，另外一个是阿门人叫多比亚再抑阁伊的骹手听到有人要去以色列要来冲，要来重修这个圣城，所以因做歹人做敌人就非常的生气，无爱因去创这个代志。那么结果呢，尼希米就开始工作了。头一步，伊是徛休息3日，然后这暗暝伊就来巡视，来观察这个城墙应该着怎样创。倒落有破，了解了后，到第2日就甲伊的百姓讲，将跩百姓人叫跩好野人，叫跩内面的有头有面的人来甲伊讲伊讲什么呢？鼓励因讲说以后伊说
讲因讲伊说，咱伫即个所在拄着灾难，耶路撒冷今仔日会拄着风凉啊，土火烧啊，恁逐个人拢看见咯，真惨啊！来，咱三甲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咱的百姓互人欺负，互人凌辱来建这个城墙有两个目的，头一个目的是防备这个敌人进攻入来拍入来保守咧。第二，咱将门关起来，保护咱家己内面的人，将内面的百姓、徛起内面的人，甲分开。以色列人、犹太人甲外邦人分开，免得咱的百姓被在外邦人的影响犯罪所以有一个控制，所以伊就目的是这两项为着防备外人，甲要怎样来建设咱内部的代志所以因大家真欢喜会做着咱三甲来创，所以因就同心合力的就安尼做因安尼讲伊说阮起来建造吧，说咱逐个人起来，咱会合作来做这项代志咯，咱就这个分享的来做这项善工，所以因真支持支持这个尼希米这个工作，但是外邦人呢，但是跩敌人呢，就来笑因，来欺负因。伊说尼希米你来遮是要来叫跩百姓要来叛变叛变波斯王要来起义来叛变吗？来侮辱伊其实伊毋是安尼伊是得到王的恩准来重修。再修理重建这个城墙，伊伫王的面头前是忠心的但是跩歹人在敌人就来破坏当伊咧创城的时阵来分配恁做这族的人就修理这个门，有的人修理这个门，有的是大家人就各有的工作，各有工作但是跩歹人搁再来攻击因用歹话来攻击因，甲因讲是恁做的跩城墙真烂雨林走去顶骹跳在时会崩落来，会规个倒落来，所以就来笑伊这个尼希米拄着跩敌人来破坏、来侮辱的时阵，伊搁伫神的面头前祈祷，求神帮助，互因内面有力量，求上帝来对付跩敌人所以伫工作的当中仍然跩歹人就要来破坏，来冷言冷语来互因嗔心，并且搁来说阮要来害恁，伫恁工作的，恁毋通来参加这个工作恁就离开，毋通做这个工作，恁若做阮就要来将恁杀死有人来报告，那么尼希米呢，伫到神的面头前，佮再来祈祷。并且来预备，所以因伫咧做工的时阵这方面伫咧安装跩石头的时阵，这方面手来摕刀、摕剑摕武器来防备咧。甚至因伫咧去摕水的时阵，一手摕武器，一手来摕桶来舀水。所以因真谨慎。24小时拢真谨慎的来做防备的工作，做防备的工作毋但安尼跩歹人过来暗中要来谋害讨论，要怎来将这个领袖尼希米给害死伊就约伊出来，讲来讲说你叫这个尼希米出来到这个所在，咱来开会面顶但是尼希米知影跩歹人心无怀好意想要来杀害，但是伊知影，伊就无去参加所以一摆搁再一摆用各款的方法人来破坏，抑搁内部的代志，百姓人伊家己犹太人伊内部的代志，跩做工跩好业人来贪跩较穷的人的钱。因为囡仔做工少钱利息真悬，
过来无钱人行啊，伊说恁的葡萄园咯，你的田地哦，来互阮连因的厝去摕去，所以真痛苦啊！就搁来到尼希米面头前来诉苦啊，说阮互咱家己的人来欺负啊，这个真受气。尼希米真受气，将遮好嘅人、遮做官嘅人，甲叫来，为什么你欺负咱家己嘅人啊？都咧痛苦、忧愁、真苦难嘅时节啊，恁过来贪因嘅钱啊，都行因应该有遮利息应该分落钱就减收因讨因遮有钱，所以逐个人也是真顺服啊，真配合，结果也是真欢喜来解决遮代志，来解决遮代志。咱阁看到这个尼希米有真好的榜样。虽然伊伫这个所在咧做省长来管理这代志，但是伊无受这个王所予伊的薪金无受薪金的，计伊家己出钱啊。甚至咧食饭的时阵，做工咧食饭的时阵，有150个人伫伊的桌顶就在来请因食，有啥物羊肉几只羊几只，牛肉偌济。来拖出150个人食，也无摕政府的钱，是伊家己出的，所以伊无受俸禄因为百姓真艰苦、真重咯，所以伊搁伫上帝面头前祈祷，伊讲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遮百姓所做的一切的代志，求你施恩互我。伊献出，伊出力，搁出钱，求上帝施恩予伊，所以经过了真侪一摆，搁再一摆的困难最后同心合意合作才着祈祷，才着信心，最后将这个城墙、在城门创好势了。创好势。那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就是伫以斯拉来重建这个人的信心，或百姓人的信心，伫伊的带领下面来做成这个工作，当然也是叫尼希米来配合这个工作。所以城墙创了，门修理好了，但是人的心需要恢复对上帝的尊敬，叫敬畏叫对在礼拜的代志。所以后来因就伫这个以斯拉的带领，叫这个尼希米的配合当中因就伫百姓面头前来读神的律法，百姓人就伫遐敬拜神。因当因明白了上帝的律法了后，心内真欢喜因就伫上帝面头前来守节以色列人伫神的面头前就认罪悔改所以因伫遐搁再恢复敬拜恢复献祭，恢复在土在利未人来供享，来做这个圣殿的代志所以因搁守安息日来解决，并且来解决以色列人叫做外邦人这个婚姻的代志、通婚的代志，因为因通婚因的歹习惯搁再学着所以来影响因，所以因叫因就离开遮外族的人所以以色列人重新得到洁净内心得到洁净，重新恢复对上帝的信心、敬畏、敬拜所以毋但做成这个城墙的代志，搁做成来恢复伊这个内心对上帝的信心的代志。所以伊就是神的面头前来祈祷，做成这两项代志，伊就是伫神的面头前搁再祈祷。伊说：“我的上帝我的神求你纪念我，施恩予我。上帝求你纪念我，施恩予我。”伊的意思就是说，我伫遮代志劳苦来做遮工作，求上帝保守施恩予伊，要互这个工程我能继续保存落去无受到别人的破坏所以伊伫面头前伫神的面头前向神来祈祷。
那么伫即个故事内面啊，在属灵的教训，是咧教训咱什么呢？咱来学习。第一点就是尼希米伊是一个爱国者，伊是爱民族的一个人当伊伫外国听到伊的国家受到灾难，民族伊的民族伊的百姓受到欺负真痛苦，伊伫遐痛哭，伫遐流目屎，伫遐禁食祈祷。咱听到即句话讲，人若无爱国，是天诛地灭意思是说，你本国的人应该就对你的百姓有一个疼因的心圣经安尼甲咱讲约翰一书4章20节安尼讲，人若讲我听上帝，却恨伊的兄弟，就是讲无赢话咯。因为人若无听家己目睭会看见的兄弟就无法通听无有看见的上帝。所以咱就会晓听家己的百姓、家己的国家才亲像尼希米安尼。第二点，尼希米伊有法通伫即个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节伊有法通成功，是靠着什么是靠着几项真重要的代志。伊本人伊是一个祈祷的人。咱看伊对开始中头到落尾，皆是用祈祷来脱掉伊的工作，人伫咧做主的工作的时阵，常常会受到破坏，魔鬼的攻击，人的攻击，互咱嗔心，互咱无力量，互咱忧愁痛苦。所以，咱做上帝的工作是伫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咱就靠上帝的能力，是借着祈祷加添互咱力量来攻破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咱靠着咱肉身靠着咱肉体就无能力，靠祈祷，常常祈祷就常有力量，多祈祷多力量，少祈祷少力量。所以伊是一个祈祷的人。第二，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信心的人，伊的工程真大拄着的苦难真多，拄着的问题真多，互人谋杀要害死，乱做，互人冷言冷语来泼冷水，各方面来乱做。但是伊相信相信一位神毋是靠着家己。所以伫即个圣经内面有一节安尼讲说撒迦利亚第4章第6节安尼讲，伊讲神对我讲，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讲，毋是靠着势力，毋是靠着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灵，上帝的灵才有法通成事，才有法通做成代志毋是靠着势力，毋是靠着你家己较偌本事，乃是靠着上帝的灵，才有法通成代志。这是伊的信心。第三点是，伊是一个勇敢的人，虽然拄着真侪敌人的破坏、计谋要来杀害各款的乱做，但是伊是一个勇敢的人，靠神的力量，勇敢信心。那么咱来看出，伊也是一个有头有尾的人，伊是一个行动的人，毋是孤单嘴来讲，乃是用行动来表现。伊常常是行伫头前来应付外面的问题、内面的问题，来做成一个伟大的工作。毋单是硬件，也是软件。硬件是建造这个城墙，软件是建造人的心。这个就是对上帝的信心，恢复对神的信心甲疼伊的心所以伊的行动是有头阁有尾有的人做到一半就
放弃了、放杀了。咱看见这个城市内面有种的烂尾工程啊、烂尾工程啊，意思就是说，这块厝开始起啊一半才停起了啊，可能是资金的问题，可能是也有别物的因素，起一半就放弃，无搁继续起这块厝了，种是烂尾工程，所以伊是对头到尾叫做是这个行动的人，所以对遮呢。咱来向伊学习啊，也佫有啊，伫以西结内面啊，讲是上下有法人对即个破口甲你拄咧，咱跩城墙是咧伫咧烂，伫咧砸出来敌人来攻击的，但是跩墙有破一空，还是破一块石头，还是规堵墙给破起来，敌人就来攻破入来，但是。上帝讲是，伊要找一个有法人堵来拄咧，这个破空，伊找无啊。圣经是安尼讲，圣经是安尼讲。伊讲，我伫因的中间要找一个人来重修这个城墙。伫我的面头前为着这个国家来徛伫这个破口咧。来拄咧，我就袂灭绝这个国家咯。但是我要找这个上下有法人拄咧这个破口咧，是却找无着一个人。圣经讲，伊找无着一个人来拄咧这个破口咧，但是尼希米做着了，做着了。以赛亚6章第1节讲，说当迄个日子，就是伫千禧年的时阵，伫犹大地的确要唱这个歌。伊说：阮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要做这个城墙的这个墙结外面外围只有耶稣基督。最后才有法人拄咧这个破口的城墙，就是为世间人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耶和华借着耶稣来做中保来拯救世间人现在上要做咧拄掉这个破口呢，上要甲因拄咧，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末世时节教会是一桩命定，是传播真理的所在，是独一有法人来拄掉即个破口的独一的盼望叫即个石头。但是咱伫教会有真侪事工有真侪破口。比如说，主日学的工作是一个破口，青年的工作、护理的工作查经的工作，也侪个教会有真侪破口，无人去拄咧。这个是毋是需要你甲我来看到、来听到这个信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破了，有破口，需要去拄咧。尼希米有这个负担去做这个工作，咱是毋是要做这个尼希米，要来修建这个城墙呢？来堵掉这个破口呢？伫咱这个心灵城墙是毋是有这个破口咱的回想，咱的心灵是毋是有一空魔鬼经过攻入来？咱的家庭的城墙是毋是有破口呢？咱的教会属灵的家是毋是一个破口呢？咱的这个 society 是毋是有一个破口呢？咱的国家是毋是一个破口呢？上帝咧找即款上下有法人来堵掉这个破口的人，上帝可能今仔日要用咱其中的一个人。但是亚利以西结22章30节安尼讲，说我伫因中间咧找一个有法人堵掉这个破口的，来修理这个城墙的人。但是
我却找无到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是啥啊？是咱吗？是你吗？是你我呢？是上帝要用你，还是用啥啊呢？求上帝帮助咱啊！咱拍开咱的属灵的目睭来听来看，咱的环境内面什么是破口？上帝是毋是要借着咱来堵掉这个破口呢？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当阮看到你的仆人尼希米，伊听到伊的国家、伊的社区、伊的百姓遭难的时阵，伊就这个负担，要来修建这个城墙，修理这个城门，并且来鼓励百姓恢复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敬拜，来听上帝，来敬拜上帝，来敬畏上帝。但是你借着伊做成了这个工作，伊对你的信心，你赐予你的勇敢，托伊的勇敢，伊是有始有终的，通来侍奉你，并且有这个勇敢的心。你用这款的人，相信你也是有法通用现代的尼希米，求上帝去来帮助。阮知影伫这个末世的时阵，这个社会顶面有偌多的破口，需要有人去补。但是上帝，你要用什么人？什么人要互你来使用呢？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工作。当时你使用尼希米，今仔日你也要使用无人。感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做工。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